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研究台湾话，事实讲咱爱注重俗语，因为俗语就是早前的人伊的智慧甲灵感。有当初咱咧看世间的真理，拢对俗语来。咱今日来讲平常日常，咱拢爱经过困眠。讲困眠俗语几落句啦？头一句吼，有当着啊，拢朋友中间咧讲俏谈啦。国情就咧想啦，我咧想讲吼，你若我开50，开100，彩券来甲买一张，互我会当钓一个上亿的。当工课咱就莫做啊咧，头路拢甲撕掉，过来游山玩水，享受人生就好啊。这个话若讲出来，相信讲身躯边的朋友伴拢会甲你拄一句讲啊，国情啊，较早困较有面的啦。当然咱知影，这句话就是讲叫你唔通空思妄想，叫你着爱较早困较有面，身体顾好养行啦。不过咱嘛知影讲这句话，莫讲伊另外发挥出去、引申出去的意思，来讲伊本身较早困较有面这6字。这6字解说落去，确实对健康真有影响。咱有影困眠若早，当然身体就顾好养行。人上惊啥？上惊第一食袂落，就是逐工安尼忧头甲面，为着代志咧吵，食袂落，身体一定会拍歹。第二就是讲，你困到暝时，你原来伫咧烦恼，心肝头有结拍袂开，这无法度困落眠，这原来真艰苦。毋少人咧讲一日若无眠，3日就逝神，这原来有影呢。无论讲什么天大地大的代志，是咱日头落山，就明仔载才搁再拍算啊。咱就爱尽量较早困，互伊较有眠，因为若一日无眠啦，3日你就会逝神。这原来过去的俗语话哦，有影一天无眠，你著甲看讲这个袂堪的操劳，袂堪的拖磨啦。3日2日安尼连续落去，伊就消散落吧，伊就逝神。该讲话吼，伊精神就无集中啊啦，所以困眠对健康介要紧。另外，阁有一句俗语话咧讲教讲你着爱早困早起来。这句讲我做啥？讲我做3工早中1工。对啦，咱着吼较早困的，毋是干那较有眠尔咧。你若较早困，有才调较早起来，人都困眠固定的，你讲要继续困落去，嘛无法度啦。自然精神，目睭一个八点讲，我这当阵才7、8点啊尔，想着过去暗时2、3点才咧困，迄当阵若无到日头，迄拢无才调起床。毋则讲3工早就有才调中1工，因为本来你12点起来的人，即马你换8点起来咧，一工加4点钟，3工嘛，互你加12点钟。当然这是数学简单的问题，毋过有理甲无理，咱是互相咧探讨，毋是讲我硬度要甲你解说。这是咧讲困眠中间来学习人生的真理，听起来拢是平常的话，毋过事实台湾俗语智慧尽在其中，这也是解文说字咱上界注重要研究的所在啦。